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可能是咱的婆婆妈妈上有感受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有真侪物件拢加较贵咯。主计总处来公布到10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，讲增加2.72%，啊有17项的民生物资增加6.9%，创下将近13年半以来上大的起价幅度，尤其是鸡卵起得要4成。讲即摆鸡卵的价格是46个月以来上贵的。主计总处的分析讲，因为饲料起价，所以国内的鸡卵才会对咧起价。另外，这个麭嘛起8%，卫生纸起7%。不管食什么早顿，民众拢爱靠一粒鸡卵保管起，头家嘛拢爱传规笼的鸡卵照够用，要不过鸡卵的价格一直起。没有一样不涨的，但蛋饼啊什么的面包都用得到。来看行政主计总处公布10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，一年增加2.72%，已经是连续3个月比3%加。不过扣掉菜色果子、能源类，核心 CPI 起2.96%，创下14年新高。这项重要民生物资平均年增加嘛来到6.9%，是13年半起上济，其中鸡卵起了上贵。涨的都几乎1倍啦，对啊，所以涨上去就回不来啊，等于说我们的成本都提高了啦。因为我们这种店，你知道没有鸡蛋，就好像没有子弹可以打，biang biang biang。鸡卵起为4成，是46个月以来起上济，麭起8.76%，嘛是171个月以来升高。卫生纸、面纸含奥斯莫利起7.09%，嘛正做43个月起了上济。部分的一些价格可能受到原来的一些成本的因素啊，不管是材料或者是薪资的成本的因素，整个它的饲养的成本，农民总是要反映它的成本嘛。来看贵开销，路口食的肉类、卵类、水产品、厝税含家庭用品拢起价，不过果子含通信设备落价，就抵消部分的涨幅。起码着5万随国际原物料继续落，国内物料变贵压力才会当慢慢消。